来讲这个掠毒品走私，这掠毒犬有真大功劳。讲掠毒犬全部来自台中后里的训练中心，结训了后分发到各地。讲这15年来，这个透过掠毒犬所查到的毒品，将近12000公斤，成效真好。掠毒狗伫咧关口第一线执行勤务，伊片仔正内未放弃任何线索。食果嘴的掠毒狗，拢是由后里的掠毒犬训练中心栽培训练，到海关盗掠走私毒品。我们知道很多查缉工具都是用眼睛看，像 X 光机啊或检查，然后唯一我们比较特别的缉毒犬是用鼻子去嗅闻。即马台湾掠毒狗以拉布拉多为主，因为来国外偏见培育，当时避免近亲探抢会引起维团疾病。若顺利出劫，会分发到全台湾各关口做实。达到规定年限才当退休。刚开始犬只是不会嗅闻的，我们从小开始花了大概2年的时间。像我们一样，我们都要持续教育犬只的能力才会越来越好。在这15年内底，掠毒狗就斗3共掠到12500公斤的毒品，互爱违规犯罪人唔敢插手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